股票市場上面賺錢。而我教你嘅方法同埋思維，即使你過去係冇任何股票交易嘅經驗，都一樣可以一步步咁樣做到。因為我係會 step by step 咁樣教你，務求令一張白紙嘅人都聽得明。咁有時候反而一張白紙仲容易上手喎，因為你係唔會俾過去一啲唔知喺邊度吸收翻嚟嘅錯誤思維去影響，更加係會用一個空杯心態去學習我所教你嘅股票交易法則。如果你已經係有一定經驗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但係仲未能夠穩定獲利，我係會俾你見到你係爭咗啲咩嘅，盡量協助你去清除一啲阻礙你成功、導致你輸錢嘅思維，從而開始步向專業嘅水準。好快咁樣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假如你對我唔係太了解嘅話，過去3年我係將自己點樣通過股票交易達到財務自由嘅方法，通過 YouTube 平台分享出去，累積咗超過20萬嘅訂閱人數。而我同時亦都係 Master Your Trade Program 嘅設計者。過去幾年我係專注於培育散戶投資者以及股票新手，令到佢哋得到具連貫一致性及系統性嘅股票交易訓練，成為長期 profitable 嘅股票交易人。當中有人可以通過股票交易獲得比自己工作更加多嘅一份收入，大大改善咗自己同家人嘅生活質素。亦都有人全職從事投資交易嘅工作，令到自己嘅時間得到更加大嘅自由同彈性。更加重要嘅係賺得比以前更加多，同埋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以及覺得有意義嘅事情。今日呢一個嘅 webinar， 你一定要揾一個唔會有任何嘢騷擾到你嘅地方，暫時唔好 check 你嘅 social media、email 或者任何嘅電子信息，將自己靜落嚟認真咁樣去聽，預備好你嘅紙同埋筆記，記得一啲內容重點。你而家應該係用緊電腦去上緊呢個嘅 training，所以最好關咗你嘅手機，因為我非常相信今日嘅課程係可以幫到你大大提高交易嘅技術水平。如果你係新手嘅話，今日嘅內容對你嚟講亦都係非常重要嘅根基，因為我今日教你嘅秘訣係我10幾年交易經驗嘅最精華嘅總結。我至今亦一直運用緊呢啲嘅秘訣，喺任何市況，即使熊市，都賺到足夠我同家人每年嘅生活費用，而唔需要再打工。所以我唔希望你錯過我今日所講嘅任何一條重要信息。呢一個嘅 webinar， 如果你錯過咗之後，或者聽漏咗一啲最有價值嘅信息，我唔知你有冇機會可以再聽第2次嘅。所以如果你真係希望好好咁學習股票交易，有一日可以透過投資交易成為你最主要嘅收入同財富來源嘅話，由而家開始你嘅投入同埋參與就非常非常之重要。好啦，而家我哋即刻開始我哋今日嘅課堂。先嚟睇下我哋今日嘅課程大綱。你將會學到以下3個秘技。如果你係積極參與今日嘅課堂嘅話呢，我仲會送多個 bonus 俾你，就係第4個秘技，亦都係今日課堂最關鍵嘅一個核心重點。咁你能夠學到幾多就取決於你今日嘅投入程度。先講第一個秘技。第一個秘技係點樣可以做到無論升市跌市都能夠持續喺市場獲利嘅秘訣。一般嘅普羅大眾只係以為掌握到買賣技巧就可以持續喺市場上面獲利，但我可以話俾你聽，重點根本就唔喺呢一度。而真正令你嘅賬戶長期增長嘅秘訣，其實係我今日會分享俾你知道嘅一個簡單嘅策略。第二個秘技，點解你總係會喺市場上面輸多贏少呢？就算你喺出邊學咗好多嘅投資方法同埋系統，但係個結果都依然都係輸錢喎。點解嘅呢？其實係因為你仲未做到最重要嘅呢一步。我係會教你一個秘訣，幫你立即逆轉嘅。第3個秘技，我係會教你最快令你長期盈利嘅策略。可能你以為長期贏錢嘅人，佢哋嘅成功率都好高，買親股票都賺錢，但係其實現實根本唔係咁噶。真正嘅投資高手，包括呢個世界上最頂尖嘅私募基金同埋風險投資機構，佢哋係做到失敗率就算高達80%，都一樣可以長期咁贏錢。除咗以上呢3個秘技之外，你仲想唔想學多啲？如果你想多一個 bonus 嘅話，你留到課堂嘅最後，我就會講埋第4個秘訣，亦都係今日呢個課堂精華中嘅精華，就係我喺最後嘅部分會分享我點樣通過投資同埋交易財務自由，而呢一個嘅方法係可以應用喺絕大多數人身上，因為我係唔單止研究自己嘅成功方法，仲研究咗好多同我一樣通過投資同交易做到財務自由嘅人，原來大家都係用緊呢啲方法。咁當中有咩共通點？點樣可以將成功嘅秘訣複製？我都會喺最後嘅部分嗰度將呢啲秘密一一分享俾你。我好有信心，就算你係新手或者資本唔多，或者係有一份全職工作嘅生意，我教你嘅策略同系統都可以幫助到你成功。所以記得一定要將呢個 webinar 完整咁樣睇到最後。可能你會有一個疑問，就係既然我已經通過股票財務自由咗，自己收收埋埋賺錢咪得咯？點解要將呢啲秘密分享出去啊？其實有呢個疑問嘅唔單止係你一個，不時都會有人問我，所以我索性就喺呢度簡單回應一下。雖然好多人都唔明，我將我嘅交易方法教俾更加多人，其實係會令到我嘅交易方法更加穩定嘅。
舉個例就好似點解好多時候你會見到股價跌到去200天線就會出現反彈，而唔係179天線或者147天線，因為200天線嘅交易方法好多人學同埋好多人用，例如著名嘅對沖基金經理 Paul Tudor Jones， 佢都會用200天線嘅方法作為佢嘅投資指標，甚至教人用200天線嘅交易策略。咁越多人用嗰個嘅交易方法就會變得更加穩定，而179天線或者147天線根本冇人講、冇人教、冇人用。所以179天線或者147天線嘅交易方法自然就唔穩定啦。所以教人投資交易呢一個係一個利己嘅原因。但係當我從事咗投資教育一段時間之後，推動我繼續教人股票交易嘅原因就遠遠唔止利己嘅層面。尤其當見到自己可以幫助同埋改變到好多人，並且不斷收到來自學員嘅感謝同埋報喜信息嘅時候，我發覺呢一個推動力更加之大。呢一種嘅成就感同埋滿足感係遠遠大於自己賺多啲錢。當我見到呢個同我講佢嘅本金翻咗214%，嗰個人又同我講以前不斷輸錢，但係我嘅教學幫佢喺1年之內賺到30萬美金。咁相比自己一個人獨自喺股票市場上面賺錢，我喺佢哋嗰度分享到更加多嘅喜悅。有時唔一定個個同我講賺到好多錢嘅，但係好似阿 Benny 咁樣，佢曾經喺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輸咗好多好多錢，幾乎想結束生命。但係我嘅教學令到佢重燃咗鬥志同希望，特登寫信嚟多謝我。講真，呢封信真係令到我睇到眼濕濕，因為我都曾經試過輸身家，我係好明白佢當時候嘅心情。後嚟我亦都喺好多嘅投資名宿身上重新得到力量，重新站起來。我仿佛感覺到我係做緊當年呢啲投資名宿所做嘅嘢，將自己嘅經驗同埋知識分享出去。無論接收到嘅人係咪因而賺大錢都好，但係總會有機會幫助到同埋鼓勵到呢個世界上某啲咁啱好需要你嘅資訊嘅人。呢封 email 嚟自我另外一個嘅學員。咁佢係好謙虛咁表示，雖然佢呢一年係做唔到100% 回報嘅成績，但係佢都好感恩我將我嘅股票交易嘅知識同埋思維分享俾佢。咁佢今年係達到咗自己嘅交易嘅目標，做到自己滿意嘅成績，同埋學到保持進步同埋提升自己嘅重要性。所以呢一啲嘅感謝信，令到我見到將自己嘅交易技巧同埋投資思維教出嚟俾人，係做緊一件正確同埋無比有意義嘅事情。所以點解我要教人？有時做人唔一定乜嘢都係為咗要賺錢。人生不斷做緊啲有意義嘅事情，照亮更加多嘅人，一樣都可以係你堅持做一件事嘅原因。即使其他人唔明白你、質疑你，我哋未來一齊加油，好唔好？我哋接下落嚟就講第一個秘技，到底我哋係點樣喺無論升市跌市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持續獲利呢？好多人以為淨係學識咗買入同埋沽空方法就得，即係話股市升嘅時候就買升，揾位買入股票；股市跌嘅時候就買跌，揾位沽空股票。但我可以話俾你聽，買賣技巧其實只係基本，能夠全職做股票交易嘅交易人，我哋嘅着眼點根本唔再係買賣股票嘅方法。唔知你有冇試過買中一隻股票，或者期貨或者加密貨幣乜都好啦。總之你入場之後，佢就照住你嘅操作方向一路發展，喺好短時間之內升咗100%，你一路賺住錢，一路好興奮，好想乘勝追擊，越賺越多。於是乎你不斷喺市場上面揾下仲有冇其他嘅交易機會。咁啱你聽完某某某分析之後，覺得好有道理喎，於是你心諗橫掂之前嗰隻股票都升咗1倍，有錢賺緊，所以唔怕買喎，咁你就買多2隻股票啦。點知好景不常，後邊買嗰2隻股票買完冇耐就跌。你仲記得當時有某某某推薦嘅時候講過跌10% 就止蝕，咁你就好聽話咁將嗰2隻股票執行咗止蝕啦。點知你睇一睇你個賬戶，竟然由賺變蝕。明明之前嗰隻升咗1倍嘅股票都冇乜點跌，啲利潤都仲喺度，但係點解新買嗰2隻股票就幫你蝕晒升咗1倍嘅嗰隻股票嘅全部利潤呢？點解會咁㗎？你覺得你已經做足晒功課，亦都好似好多人所講咁嚴守紀律，所以贏嗰隻股票，亦都喺佢發展方向對你有利嘅時候讓獲利滾存。而且輸嗰2隻股票，你就算聽完人哋講都自問做足功課啊，因為佢喺發展方向對自己不利嘅時候，你就已經按照原定計劃果斷咁及時止損啦。但係點解升100% 嘅股票嘅獲利會比輸10% 嗰2隻股票完全吞沒，最後由賺錢變蝕錢嘅呢？哦，原來升嗰隻股票呢，你只係買咗佔你整個賬戶5% 嘅倉位啫。而另外輸嗰2隻股票，每一隻你係買咗成30% 嘅倉位，2隻就合共60% 嘅倉位。10萬蚊本金嚟計，贏嗰隻賺咗5000蚊，輸嗰2隻股票每一隻輸3000，合共輸6000，所以你而家咪倒輸1000蚊咯。其實剛剛所講嘅例子咧，並唔罕見嘅，而且呢啲嘅情況仲有好多嘅變種。例如話贏咗一排之後，明明賺咗唔少錢，賬戶已經有唔錯嘅增長，但係佢係俾1-2個錯誤嘅投資決定，就令到所有嘅獲利消失。
甚至將過去1年、2年或者幾年嚟喺股票市場上面賺到嘅錢，全部俾翻晒市場。有啲人仲要之後一沉不起，越做越輸添。例如話佢哋曾經將本金由30萬變到50萬，點知因為1、2個錯誤嘅決定，令佢由50萬變到得翻25萬。雖然曾經由25萬係上翻28萬嘅。咁喺呢個時候，佢哋通常每日都會好留意財經消息，每個星期都會研究經濟雜誌，並且好積極咁樣喺網上面學習股票知識，但係總係不得要領，越做越輸，由28萬變到得翻23萬、20萬、15萬、12萬，最後灰心到都唔想再理自己嘅 account。所以從呢啲例子，你見唔見到買啲乜嘢股票即係 what 嘅問題，幾時買幾時賣即係 when 嘅問題。點解買點解賣即係 why 嘅問題，就算知道晒都未必可以令你長期穩步咁樣增長你嘅賬戶同埋財富。全職或者專業嘅交易人，我哋嘅着眼點根本唔再淨係聚焦喺股票本身，即係嗰啲 what when why 嘅問題咁簡單。咁你想唔想知道我哋 focus 喺啲咩嘢上面呢？嚟緊請你準備好你嘅紙同埋筆，記低第一個交易秘訣。真正嘅長期賺錢嘅秘訣唔係 focus 喺買賣啲咩，而係 focus 喺自己交易賬戶嘅 equity curve 同埋 drawdown。equity curve 即係賬戶嘅正值曲線，而 drawdown 即係賬戶嘅回撤幅度。專業嘅交易人會將賬戶嘅 drawdown 放喺第一位，唔會俾自己賬戶嘅最大回撤幅度下跌超過8至10%。我拎以下2個交易人嘅例子去解釋，你就會好易明白。A 君嘅交易賬戶叫做賬戶 A，B 君嘅交易賬戶叫做賬戶 B。咁佢哋交易賬戶嘅起始資金一樣都係10萬蚊。喺一開始嘅時候 ，A 君將佢賬戶嘅資金平均咁樣分散投資，合共係買咗4隻股票，每隻股票25% 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咗25,000蚊。點知當時有市況唔就，股票買入咗冇幾耐之後就下跌。而 A 君其實都有啲交易基礎，佢明白止損嘅道理，於是佢喺啲股票跌咗10% 嘅時候就止損，亦即係每隻股票輸2500蚊。而家佢賬戶資金得翻9萬蚊，回報率係負10%。我哋而家睇下 B 君，其實 B 君同 A 君嘅入場時機都係一模一樣嘅，但係 B 君喺一開始嘅時候，佢定咗每筆交易最大可承受風險係賬戶資產嘅1%。咁我哋呢度用 maximum drawdown 嚟到表示，亦即係話每筆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1000蚊。而每次所有交易，無論自己持有幾多隻股票都好，如果全部睇錯，佢最大可承受嘅風險係賬戶淨值嘅4%。換言之，每一次嘅交易，如果全部股票都觸發咗止損嘅話，佢成個股票最多都只係會輸4000蚊。咁佢一開始嘅時候都係睇中咗4隻股票，假設嗰4隻股票買入價都係10蚊。咁第一隻股票佢知道如果跌穿9個半嘅話呢，股價就好大機會繼續向下，所以第一隻股票佢嘅止損位係5%。由於佢定咗每筆交易如果失敗嘅話，最多只係可以令到賬戶 drawdown 1%，即係最多只係可以輸1000蚊。所以佢只係買咗2000股，以買入價10蚊嚟計嘅話，就係2萬蚊嘅投資。因為2萬蚊嘅5%就係1000蚊，亦即係賬戶淨值嘅1%。咁其餘嗰3隻股票佢嘅止損位都各有不同嘅，因為每隻股票嘅支持位都唔同。就當其餘嗰3隻股票都係7%止損，每筆交易同樣最多只係可以令到賬戶 drawdown 1%。呢3隻股票最多就係令到賬戶 drawdown 3%，亦即係最多只係可以輸3000蚊。咁所以呢3隻股票每一隻就買咗14286蚊。好快咁樣計一計。第一隻股票買咗2萬蚊，其餘3隻股票買咗42858蚊，所以佢嘅股票倉位係62858蚊，亦即係成個賬戶嘅62.86%。結果市場下跌，4隻股票全部止損 ，B 君損失咗4000蚊，賬戶資金而家得翻96000蚊，回報率係負4%。嚟到第二次交易，跟住市場有所反彈 ，A 君認為值得再試一次，而今次同上次一樣 ，A 君再精心挑選咗4隻股票，每隻股票又係25%嘅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咗22500蚊。點知原來市場嘅調整未完嘅，4隻股票又再喺下跌咗10%嘅時候全部止損，平均每隻蝕咗2250蚊，整個賬戶又再 draw down 10%。而家 A 君嘅賬戶資金得翻81000蚊，回報率係負19%。第二次 B 君同 A 君嘅入場時機都係一模一樣，每次所有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整個賬戶淨值嘅4%。佢同第一次一樣都係買咗4隻股票，第一隻以下跌5%為止損，另外3隻都一樣係以下跌7%為止損。咁所以佢第一隻股票就係買咗19200蚊，因為19200蚊如果虧損5%就係960蚊。亦即係等於賬戶淨值嘅1%，其餘嗰3隻股票每隻買咗13714蚊。換言之，佢呢4隻股票合共係買咗65.5% 嘅倉位。結果呢，市場繼續下跌，同 A 君一樣 ，B 君嗰4隻股票全部都要止損。B 君嘅賬戶又再下跌咗4%，賬戶資金而家得翻92160蚊，回報率係負7.84%。好啦，嚟到第三次交易 ，A 君喺呢個時候知道要耐心等待，
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見到市場進入咗盤整啦，認為今次應該見底。但係咧，過去嗰2次失敗嘅交易，令到佢有啲驚今次又再睇錯，因為佢嘅賬戶已經下跌咗19%，得返81000蚊。所以佢今次買少啲，倉位都做細啲。今次只係買咗2隻股票，每隻做10% 嘅倉位，即係每隻股票買8100蚊。結果佢今次睇啱咗啊！2隻股票都升咗30%，平均每隻係賺咗2430蚊。咁而家 A 君嘅回報率大約係負14.1%，賬戶資金係85860蚊。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又睇下 B 君做成點樣。到第3次 B 君同 A 君唔同嘅地方係佢冇俾佢過去2次嘅失敗交易影響咗自己，而且佢嘅賬戶只係下跌咗大概7點幾個 %，輸咗7840蚊，not a big deal。所以第3次佢同 A 君嘅進場時機都係一樣。咁佢今次又係揀咗2隻股票，每筆交易最多只係可以輸賬戶淨值嘅1%，而每隻股票平均輸5% 就要止損啦。所以咧，佢每隻股票嘅倉位大約係20%，亦即係每隻買18432蚊。結果佢今次同 A 君一樣睇啱咗，2隻股票都升咗30%，平均每隻賺5530蚊。佢賬戶嘅資金翻返去103220蚊，換言之已經係正數回報3.22%。好啦，我哋而家翻返嚟 A 君，佢喺第3次交易贏完之後 ，A 君有翻啲信心，佢覺得市場仲會繼續上升，所以今次等到市場有少少回調，佢又再入場買股票。今次 A 君同樣精心挑選咗4隻股票，佢做翻以前一樣嘅嘢，分散投資，每隻股票25% 倉位，平均每隻股票買咗21465蚊。規矩都係一樣，要嚴守紀律，10% 止損。結果呢一轉佢有一半睇啱，一半睇錯。有2隻股票升咗，個獲利係相當之唔錯，2隻升咗30%，平均每隻股票賺6440蚊。至於輸嗰2隻跌咗10% 就止損，平均每一隻蝕2147蚊。好快咁樣計一計 ，A 君而家賬戶嘅資金就回升翻去94446蚊，回報率仲係負5.55%。咁我哋而家睇埋 B 君，去到第4次佢同 A 君一樣都覺得市場仲會繼續上升，所以佢又係等待市場有所回調嘅時候就再入場買股票。咁佢一樣做翻以前一樣嘅嘢，又係買咗4隻股票，一樣都係嚴守紀律，每次交易最多承受賬戶4% 嘅虧損風險，每隻一樣都係平均5% 止損，平均每隻股票買咗20644蚊。結果佢今次同 A 君都係一樣嘅，有一半股票睇啱，一半股票要止損離場。咁好快咁計一計數 ，B 君而家嘅賬戶資金就去到113542蚊，賬戶係保持正數回報，回報率係13.54%。我哋嚟個簡單對比一下4次交易過後 A 君同埋 B 君嘅成績。A 君而家嘅賬戶係94446蚊，賬戶 A 嘅資產淨值曲線係咁樣嘅。4次交易過後佢嘅回報率係負5.55%，而 B 君嘅賬戶係113542蚊，咁賬戶 B 嘅資產淨值曲線咧就係咁樣嘅。回報率係13.54%，兩者嘅差距係19%。如果之後將以上4次嘅交易結果再重演一次，識得數學嘅人應該會明白，就算將個運算先後次序改變咗都好，最終嘅結果都係唔會被影響嘅。所以頭嗰4次交易裏邊，頭2次 A 君係損失咗10%，因此呢一度係乘以0.9再乘0.9。之後 A 君喺第3次交易入邊贏咗6%，所以呢一度係乘1.06。去到第4次 A 君係贏咗10%，所以呢度係乘1.1。至於 B 君頭嗰2次都係損失咗4%，所以呢度係乘以0.96再乘以0.96。之後嗰2次交易 B 君分別係贏咗12%同埋10%，所以呢度係乘1.12以及乘以1.11。好啦，而家我哋睇下，如果之後呢4個交易結果再重演多次嘅話，會發生咩事？8次交易過後 ，A 君嘅賬戶剩翻89200蚊，回報率負10.8%，佢嘅資產淨值曲線而家就係咁樣嘅。而 B 君嘅賬戶係去到128917蚊，回報率係28.9%，賬戶 B 嘅資產淨值曲線而家就係咁樣。咁12次交易過後又會係點呢？12次交易過後 ，A 君嘅回報率去到負15.8%，而 B 君嘅回報率就去到46.4%。咁16次交易過後又會係點樣呢？ A 君嘅回報率仲係負緊20.4%，而 B 君嘅回報率就去到66.2%。好啦，你而家睇唔睇到交易賬戶成長嘅關鍵係啲咩嘢啊？已經唔係你有冇每一筆交易設置止損咁簡單。我哋回顧翻 A 君嘅賬戶，佢嘅每一筆交易都係有設置止損嘅，但係一樣個賬戶都係成長唔到。咁交易賬戶成長嘅關鍵係啲咩呢？亦都唔係你啱嘅時候，你嘅倉位買得夠唔夠大。我哋又回顧翻 A 君喺第4次交易嘅時候，佢係有50% 嘅倉位係贏緊30%嘅利潤，而 B 君只係得40%嘅倉位係贏緊30%嘅利潤。而最後 B 君係大幅跑贏 A 君，所以賬戶成長嘅關鍵亦都唔係你啱嘅時候你嘅倉位買得夠唔夠大咁簡單。我哋再睇翻 A 君同 B 君，其實喺4次交易當中，佢哋嘅成功率都係一樣嘅。
頭兩次交易 A 君同埋 B 君都係買咗4隻嘅股票，兩次交易一樣都係全部止損。呢個係第一次，佢哋兩個所有股票全部止損。呢個係第二次，佢哋兩個嘅所有股票都係全部止損。而第三次嘅交易 A 君同 B 君都係買咗兩隻股票，一樣都係贏3成。去到第四次嘅交易 A 君同 B 君都係買咗4隻股票，同樣都係一半贏錢一半輸錢。但係點解到頭嚟 A 君同 B 君嘅交易成績係有咁大嘅分別嘅呢？如果我只係用一個重點去總結嘅話，影響交易賬戶長期能唔能夠成長嘅唯一原因，就係對 drawdown 嘅控制有幾嚴格。我哋特別睇翻第三次交易 ，B 君對每一筆交易都設置咗對賬戶最大嘅回撤幅度 （maximum drawdown），而且佢更加限制咗佢全部交易萬一失敗對賬戶嘅 maximum drawdown， 咁就令到佢嘅交易系統具備連貫性同埋一致性。而正正因為呢一點，佢做交易嘅時候更加能夠避免受情緒所影響。喺第三次交易嘅時候 ，B 君維持咗相同嘅倉位規模，但係 A 君呢，佢喺第三次交易嘅時候就受情緒影響咗，因為佢之前已經輸咗2次，賬戶已經 draw down 咗19%，所以喺第三次嘅時候佢縮小咗倉位規模，令到佢喺贏嘅時候贏少咗。B 君同 A 君嘅最大分別係 B 君每一次失敗嘅交易對賬戶嘅 draw down 都係細過 A 君，咁就令到佢啱嘅時候賬戶更加容易創新高，而唔係去彌補之前嘅損失。請你記住，賬戶回撤幅度越大，你之後就要用越大嘅氣力去彌補損失。如果你賬戶回撤幅度係好大嘅話，就算你之後係好幸運喺嚟緊嘅交易獲得唔錯嘅回報，你都只係追緊上一次交易虧損落嚟嘅部分，就好似呢一度咁樣。但係如果另外一個人嘅賬戶回撤幅度好細，好似 B 君咁樣，假設佢嘅運氣係同你一模一樣，喺下次交易獲得同樣嘅回報，而人哋嘅賬戶已經係創新高啦，所以其實贏幾多錢都係冇用嘅。如果冇好好限制你輸嘅時候賬戶會承受幾大嘅回撤幅度嘅話，你嘅交易賬戶係唔會成長嘅。當中嘅原因係因為虧損或者 drawdown 係會為我哋帶嚟一個數學劣勢。現實中好多人以為虧損50%，只係需要50% 嘅漲幅就可以追回，甚至認為止損係多餘。但係數學話俾你聽，當你虧損越大，你嘅賬戶會越難復原，甚至無法復原。當你嘅虧損喺5% 以內嘅時候，你就已經止損嘅話，數學上話俾我哋聽呢個範圍係最容易復原。因為你好容易可以揾到賺取5% 利潤嘅交易機會，所以基本上我絕大多數嘅交易止損範圍其實喺5% 以內。喺一啲交易比較困難嘅時期，我嘅止損範圍甚至係2至3%添。而當你嘅虧損或者 drawdown 去到10% 嘅時候，喺呢一度開始要追翻呢個損失，就會開始變得困難。因為10% 嘅虧損，你係需要11% 嘅回報先至可以追平損失。呢個時候你已經需要額外1% 嘅回報先至可以 break even。所以由呢個位置開始就有數學劣勢。當你嘅 drawdown 越大，數學劣勢就會越明顯。當你去到8成嘅損失，你係需要4倍嘅回報先至叫做追平。如果去到9成損失，就需要10倍回報先至可以追平，可以算得上係 game over 噶啦。我哋睇下以下我哋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當佢哋明白咗呢一個秘訣之後，點樣幫佢哋做到成績？咁呢個 MIT 會員 William Wong 佢就分享到喺 MIT 每週股市分析俾我連續洗腦2個星期，因為我不斷提醒佢哋要小心控制風險，推高止損，盡早鎖定利潤，令到呢個潛意識入咗佢個腦嗰度。當市場一轉勢嘅時候呢，佢就成功鎖定全部利潤離場。呢位會員佢喺未加入之前輸過60萬，係佢成50% 嘅倉位，但係之後短短10個月嘅時間，佢追翻晒之前嘅損失之餘，仲贏多10幾萬。佢話佢喺 MIT 鍛煉咗1年之後，不斷練習止蝕。但係竟然越係止蝕，佢交易嘅賬戶嘅錢竟然越多。而家佢開始有信心可以靠股票作為收入。我哋再睇埋 Tobias Fung 佢嘅報喜，佢話佢慢慢建立到自己嘅投資方向，全年總結有28到35% 嘅回報率。咁的確學投資交易係絕對唔可以心急嘅。羅馬唔係一天建成，呢啲嘅會員佢哋都係經過長時間嘅堅持，每日持之以恆咁樣去學習，用年去做單位，就會慢慢咁樣做出成績嚟。如果你嘅目光係好短嘅話，想追求1-2日嘅學習，或者1-2個星期、1-2個月嘅學習，就會做出驚人嘅回報。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係冇可能嘅事。就算做到咧，呢啲都係叫做新手運 （beginner's luck）。所以真正專業嘅交易人，我哋最重視嘅並唔係股票嘅買賣時機咁簡單。雖然呢個都重要，但我哋唯一嘅 focus 係唔可以俾賬戶出現雙位數嘅 drawdown。呢個係喺2022年全球熊市時期到而家我製作緊呢個 webinar 嘅時候，我嘅其中一個交易賬戶。
喺呢段時間，美股大盤跌咗超過13%，恒生指數跌咗超過12%，A 股大盤係跌咗超過16%，而呢一個 account 係上升咗大約34%。到底係點做到嘅呢？咁我喺唔同嘅市場時期係會採取唔同嘅交易策略，而喺呢一段時間，我嘅策略最主要係從事短線交易，持貨時間大約由2日到2個星期左右，目標係捕捉一啲10至20% 嘅波段，長短倉都有做。喺熊市度做沽空的確係有利一啲，但同樣都有一啲時候股票係會反彈，一樣都可以製造到大量10至15%甚至20% 嘅上升波段俾我哋去做。咁我每筆交易嘅 maximum drawdown 係唔多於賬戶嘅0.5%，有時甚至更加之低。每次我持有唔多於4至6隻嘅股票，多數時間都係4隻以下，避免如果全部失敗嘅話，對賬戶造成太大嘅打擊，即係 drawdown。喺呢段時期交易嘅成功率平均嚟計大約係4成左右。咁有時候係一定會遇到連敗嘅時期，即係 losing streak。喺我遇到連續輸錢嘅交易嘅時候，我嘅注碼就會越做越細。例如話每筆交易嘅風險甚至限制到唔多於賬戶嘅 maximum drawdown 0.2% 或以下，亦都有唔少時候我係清倉等待。好啦，而家我哋嚟總結一下，你喺呢個部分學咗啲乜嘢？首先，你必須要明白股票投資又好，交易又好，其實你都係玩嘅一個數學遊戲。呢個嘅數學遊戲，你係需要企喺數學優勢嗰邊，而絕對唔可以企喺數學劣勢嗰邊。乜嘢叫做數學優勢？就係回撤幅度一定要大幅少於增長幅度，咁樣先至可以做到複式增長。咁乜嘢叫做數學劣勢呢？數學劣勢就係 big losses、big drawdown。我哋係好難可以控制到賬戶嘅增長幅度，但係咧就一定控制到個回撤幅度。所以投資交易嘅焦點永遠都係放喺風險管理、止損、限制回撤幅度上面。其次，我哋先係追求獲利，因為喺數學上 drawdown 嘅影響係遠遠大於回報嘅影響嘅。兩者本身係處於不對等嘅狀態。當你虧損50% 嘅時候，唔係用50% 回報追平，而係要用100% 回報先至可以追平。呢一點大家要切記。第二，要喺股票市場賺錢，你根本唔需要冒險 all in 甚至做槓桿交易。好多人都想一注獨贏，買得大贏得大，但係就算俾你贏到一次半次，你同樣嘅思維、同樣嘅做法，都會喺你人生往後某個時節點嗰度令你一鋪清袋。所以我哋係要慢慢贏，穩定咁贏，然後令時間成為我哋嘅朋友。只要唔出現 big drawdown，你長遠就會慢慢感覺到複式增長嘅威力。所以最後一點係，你只需要專注喺 drawdown 嘅控制，以及你賬戶嘅 equity curve， 呢啲先係你真真正正嘅財富。大盤升幾多，股票升幾多，同你完全冇關係。你只需要專注於屬於你自己嘅交易機會，並且令到你嘅賬戶慢慢咁增長，你先至係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咁樣賺緊錢。出邊有好多人教股票，淨係會教點樣分析股票啊、大盤走勢之類。但如果你有一定嘅市場經驗，你都會知道，大盤升、股票升，唔代表你可以賺到錢。牛市買股票一樣有人可以輸身家，因為更加關鍵嘅係你唔好輸大錢啊！喺投資市場唔好犯大錯，唔好令自己賬戶受到嚴重嘅打擊，呢一啲先至係真正贏錢嘅關鍵。咁 Olivia Wong 佢話喺 MIT 裏邊，佢唔單止學到點樣去贏，仲更加學到點樣保護自己。點解會犯錯？嗱，值得留意係佢嘅 equity curve 可以做到呢種嘅大漲小回，代表佢已經掌握到股票交易嘅關鍵就係風險管理。而呢位學員都係一樣，佢話佢上咗1年 MIT 之後，連續3個月錄得利潤，而呢一個月係自己表現得最好嘅一個月份。我相信佢唔係指自己嘅回報率咁片面，我哋指嘅表現好，一向都係指緊自己有冇遵從交易程序。有時候就算我哋買咗股票要止損都好咧，只要我哋係跟從系統、跟從程序，就算蝕錢都係一筆好嘅交易。我哋唔睇絕對嘅回報率，因為長遠嚟講，令到自己嘅賬戶冇出現過 big drawdown，先至可以有機會襟棚到回報。就算俾你1年100% 回報啊，第2年如果 drawdown 咗50% 嘅話，你所有嘅利潤已經消失晒啦，咁係完全冇意義嘅。好啦，我哋落下一個部分。可能你已經學過好多嘅投資方法同系統，但係目前嘅成績仍然都係輸錢。你有冇試過咁樣？如果有嘅話，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咁我哋收集咗呢啲數據之後呢，係可能會推出更加多嘅解決方案俾你。但係而家我可以即刻教你一個秘訣，令到你可以即時扭轉。你準備好未呢？好啦，我哋即刻嚟第2個秘技。我哋而家睇下呢一幅嘅圖表。而家呢隻股票好明顯係處於上升階段，紅色嘅呢條線係200天線。咁而家股價調整到200天線。好啦，我而家想問你一個問題，喺呢一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呢？如果你覺得可以買，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唔應該買嘅話，你可以打個2字。呢個部分你一定要參與，因為根據我多年嘅教學經驗，我教過幾千個 traders，我可以話俾你聽，你越願意投入參與，尤其越願意思考圖表，你嘅學習成效會越大，進步得越快。相反咧，如果你坐喺度唔喐，唔願意行動，乜嘢都係等人話俾你聽，
唔係積極學習嘅話呢，往往嗰啲嘅 traders 都係冇咩成績嘅。好啦，你打咗你答案未呢？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即刻睇下之後發生咩事。跟住隻股票竟然好快繼續跌穿200天線，如果唔止損嘅話呢，後果係難以想象。好啦，依家我哋再睇下呢幅圖表，呢隻股票又好似頭先咁調整到200天線。我而家再問你一個問題，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如果你覺得可以買，就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啦。唔應該買嘅話，你可以打個2。嗱，不過你唔好忘記頭先嗰個例子，你係見到呢，200天線唔一定有效噶，之後可以跌穿200天線令你輸大錢嘅。翻返嚟呢度，更何況呢隻股票之前係升咗咁多，隨時係出現比較大規模嘅調整，所以你要諗真啲啊！我再俾多一個機會你重新填寫你嘅答案。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應唔應該買？如果你覺得可以買，請你喺留言嗰度打個1字；唔應該買嘅話，你就打個2啦。好啦，咁我哋開估啦，即刻嚟睇下之後發生咩事。咦，今次竟然繼續爆升，點解咁樣嘅？唔知你有冇遇過同樣嘅情況呢？就係喺你睇圖表做技術分析嘅時候，你見到嘅支持或者阻力係一時得一時唔得，揾到隻股票你喺支持位買入，結果佢就跌破支持啦。或者你喺阻力位嗰度沽出，結果佢就繼續突破阻力，成日都好似俾佢玩翻轉頭咁嘅。你有冇試過咁樣啊？有嘅話打個1字俾我知道，因為嚟緊呢個部分將會好幫到你，甚至可以扭轉你固有嘅交易思維。你準備好未？好啦，首先我喺呢度，我要先教你一個新嘅概念，就係喺我哋交易一隻股票之前，需要先睇下自己嘅交易方向有冇優勢。我叫優勢做 edge。咩叫 edge？edge 就係擁有多種有利因素，越多有利因素，優勢越大，成功機率越高。因為每一個因素都會驅使一班相信嗰個因素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進場，所以越多有利因素喺同一個位置嘅時候，你就有越多嘅投資者或者交易人企喺你嗰邊，因此你嘅成功機率就會更加高。我哋而家睇翻第一幅圖表，呢個位置雖然有200天線嘅支持，但係其實喺方向上面係應該要做淡，即係做短倉，因為股價喺呢個位置具備短倉優勢係多於長倉優勢。我嚟緊就分析俾你睇。首先喺呢一個位置，你會見到一個一浪低於一浪嘅走勢，而且呢一個嘅走勢已經維持咗2個幾月嘅時間，係一個中期下跌趨勢嚟噶啦。有一句說話叫做趨勢係你嘅朋友，所以喺短期嚟講，繼續維持呢個一浪低於一浪嘅下跌趨勢係相對高機率嘅事情。嗱，你再睇埋呢個位置，頭先就講咗中期趨勢，而事實上喺過去1個月之內都出現咗一個短期嘅下跌趨勢，咁所以無論中線、短線咧向下嘅機率都係更加高。第二個 short edge 係呢隻股票喺技術圖表上面呈現出低量上升、大量下跌。請你留意下呢一度係上升嘅時候嘅成交量，而喺呢一度咧就下跌嘅時候嘅成交量。低量上升、大量下跌意味住買貨嘅人少、沽貨嘅人多，所以呢個係第二個 short edge。第三個 short edge 係佢嘅10天線、20天線、50天線都向下，並且都係高於股價。股價喺呢一度，10天線喺呢度，20天線喺呢度，50天線喺呢度。移動平均線嘅趨勢係向緊下，並且高過個股價，意味住第一，中短期趨勢向下；第二，移動平均線成為咗呢個位置嘅阻力，呢個係第三個 short edge。第四個 short edge 係你留意10天線嘅位置，非常之接近股價，而且喺呢度股價一觸碰10天線就即刻向下，意味住10天線已經成為阻力。第5個 short edge，你留意下呢度過去係一個支持位嚟嘅，每次掂到支持就反彈，掂到支持就反彈，掂到支持就反彈，但係今次係明顯跌破支持，所以呢個嘅支持位置已經反轉成為阻力嘅位置。所以喺呢度，我哋係有5個理由去做淡倉。咁如果你喺呢度要買嘅話呢，你就要睇下有幾多對你長倉有利嘅因素咯。咁首先第一個對你買入有利嘅因素，就係股價到達200天線支持，呢一個係你嘅 long edge。而第二個 long edge 就係你會有前浪底呢個位置嘅支持。好啦，去到嚟呢度，你見唔見到其實 short edge 對 long edge 呢係一個5比2嘅結果。當你見到有咁多短倉優勢嘅時候，你就算唔去沽空呢隻股票，其實都唔應該買入呢隻股票。如果你係有貨嘅話，更加應該趁早沽貨離場。我想喺呢度 pause 一下，你不妨回想翻過去，令你輸大錢嘅股票，係咪都係因為出現咗好多不利於你嘅因素嘅時候，你都冇及早止損離場啊？你有冇諗過，你如果早啲明白到呢個思維，你過去會輸少幾多錢？你有冇諗過，你如果早啲明白呢個道理，你會唔會識得喺入場之前係判斷清楚自己嘅操作方向有冇優勢先至落場？如果係買入嘅話，見到原來短倉優勢比長倉優勢更加強嘅時候，你會唔會識得同自己講，喂，都係唔好住啦，呢一刻冇乜優勢，都係保本至上先。咁如果你做每一筆交易之前都係按照呢個思維方法咁樣停一停，諗一諗，
你會輸少幾多冤枉錢啊？你嘅回報會增加幾多啊？請你記住 ，pain 加 reflection 係會等於 progress。只要你從你過去失敗嘅交易當中學到教訓，你輸嘅錢就係學費。但係如果你唔去反思、唔去學習，或者根本冇人指出你錯誤嘅原因、失敗嘅關鍵，你一直都唔知道自己唔知嘅嘢，咁你所輸嘅呢，就係真係冤枉錢嚟噶啦。我哋每一個交易人都一定會犯錯嘅，但我哋如果要成功，就一定要積極咁學習同埋反省。我哋都係咁樣走過嚟，所以我希望借此去勉勵一下你，唔好再糾結於過去輸嘅錢。反省完之後，記低學到嘅 lesson， 然之後繼續向前。我哋一齊加油，好唔好？我哋再睇翻第二幅圖表，點解今次調整到200天線又應該要買入呢？咁我用翻頭先教過你嘅思維去分析一下。頭先嗰幅圖係短倉優勢 short edge， 所以係唔應該調整到200天線嘅時候買入。但係呢一幅圖咧就調翻轉，佢係擁有長倉優勢 long edge。首先佢喺過去2個月之內係大幅上升，上升嘅幅度係超過100%，而家只係一個小幅調整，意味住佢嘅短期趨勢係好大機會都會繼續向上。呢個係第一個嘅 long edge， 擁有強勁上升趨勢。第二個 long edge 嚟啦，就係佢上升嘅時候係大量，但係拉回嘅時候咧係低量。呢個係佢第二個 long edge。第三個 long edge 係佢成個嘅 chart pattern， 即係圖表形態，係呈現一個我哋俗稱 high tight flat 旗形整固形態。呢一個旗形整固形態話俾我哋聽，如果之後一旦再大量突破嘅話咧，上升趨勢係會延續嘅。第四個 long edge 係佢嘅10天線、20天線同埋50天線都係向緊上，以及低於股價。呢個同頭先嗰幅圖嘅例子完全相反。頭先係10天線、20天線、50天線向下並且高於股價，但係而家係10天線、20天線、50天線向上並且低於股價，意味住短期趨勢向上，以及移動平均線會提供支持。第五就係股價正正係處於200天線支持位置。好啦，所以你喺呢一度你係會見到有5個有利於你長倉買入嘅因素，所以喺呢個位置係一個 long edge。好啦，咁我哋一樣咧都要睇埋有冇 short edge 嘅。呢一度唯一個有利沽空嘅因素咧，就淨係得呢個長下影線嘅陰燭，佢嘅成交量係比較大，除此之外就冇啦。咁所以你見唔見到啊？同樣喺200天線嘅位置，呢幅圖表佢 long edge 比 short edge 係5:1，因此我哋應該要做嘅係 long side，即係話要揾機會去買佢。而呢隻股票正正就係我哋喺 MYT 嘅 Swing Trade Highlight 入邊嘅股票。當時候我喺2022年嘅6月23號嘅盤中，大約係上晝11點幾啦。我喺 MYT 即時突發信息入邊指出咗呢隻股票嘅交易機會。當時候我哋係喺佢剛剛突破嘅時候買入，之後我哋喺短短4個交易日就獲得咗27% 嘅回報。咁當然呢筆交易係有2種嘅操作方法嘅。我哋當時候用嘅呢一種係旗形突破，可以喺升浪發動嘅最後一刻入場。雖然個回報率係會少一啲，但係如果成功嘅話，可以大幅縮短等待嘅時間，喺最短嘅時間之內獲得最具效益嘅超額報酬。而第二種嘅操作方法就喺 long edge 位置買入，就好似呢個位置咁樣，佢喺拉回去到呢個 long edge 嘅時候，成交量同時係非常之少，出現咗 volume dry up 嘅情況。呢個就係最理想嘅進場位置。如果我哋喺 long edge 買入，回報率亦都會相應咁增加。喺呢度入場嘅話，大概係會有33% 嘅回報。好啦，而家我哋又總結一下你頭先學到啲乜嘢。第一，入場之前必須要先判斷嗰隻股票係屬於長倉優勢定係短倉優勢。好多時候輸錢都係因為嗰個入場位置自己得好少優勢，反而相反方向嘅優勢就更加多。咁當你做錯方向就梗係容易輸錢啦。第二係必須要等待多重優勢進場點出現嘅時候先至好入場。如果係 long edge 嘅話，方向就應該要做長倉買入；而如果係 short edge 嘅話咧，方向就應該做短倉沽空。我哋睇下呢一位嚟自台灣嘅會員。佢就係加入咗 MYT 之後，按照我嘅方法喺台灣嘅股票市場一樣都可以做到成績，短短3個月就獲得咗30% 嘅回報。佢話好想好好咁樣多謝我哋做嘅呢一切，唔單止係賺錢，更加令到佢對自己嘅未來係充滿咗希望。而另一位嚟自馬來西亞嘅會員，一樣都可以將我嘅交易方法應用喺馬來西亞嘅股票市場嗰度，仲試過一日賺咗10幾萬，單日獲得接近19% 嘅賬戶升幅。我哋再睇第3幅圖。嗱，順帶一提啦，我今日係準備咗超級豐富嘅內容。So far我講到嚟呢一度都只係今日嘅前菜嚟嘅啫。所以如果你覺得聽到嚟呢一度啲嘢已經好正，學到好多嘢嘅話咧，記得一定要睇到最後，完成晒成個 webinar。尤其是係我最後分享嘅 bonus 第4個秘技。好啦，翻嚟呢一張圖，呢個位置似乎係一個睇落唔錯嘅突破進場點。
咁我哋不如就用頭先學過嘅嘢去分析一下呢個位置應唔應該買入，因為好多人交易股票嘅時候都係相當魯莽咁做決定嘅，所以你之後交易股票之前呢，都一定要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係有冇啲嘢我係忽略咗嘅，第二個問題係到底呢一刻我有乜嘢嘅優勢。嗱，咁我而家就演示一次俾你睇下成個嘅思考流程應該係點做。當我睇到呢幅圖表，我覺得應該要買入嘅時候，咁我就會列出買賣雙方嘅優勢。咁喺呢度作為 long edge 嘅因素呢，就係佢出現咗一個底部突破。咁不過如果冷靜啲去睇嘅話，其實呢個位置係短期嘅上升通道嘅頂部。嗱，而家我哋跳入去小時圖嗰度睇一睇，你可以見到就係呢個小時圖，你係可以畫出一條嘅上升通道。而家嘅股價就正正係處於呢個上升通道頂部阻力嘅位置。咁可能你覺得呢個上升通道畫得冇咁靚，好似呢一度咧就突咗少少出嚟咁樣。我哋試下由另外一個角度嚟到畫呢個上升通道。咁你會發現無論係點畫都好，現在嘅股價位置正正就係處於上升通道頂部嘅阻力。我哋將呢個小時圖嘅兩種上升通道嘅畫法去重疊，咁你就會好清楚見到喺小時圖嘅層面上面，而家股價係處於 short edge。所以第一個 short edge 嘅因素係股價係處於小時圖嘅兩種上升通道頂部阻力位置。好啦，咁而家你會有一個 long edge 同埋一個 short edge。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你暫時仲未做到係咪應該進場嘅決定，所以我哋仍然仲需要睇下圖表上面仲有冇透露其他重要嘅信息俾我哋。如果我哋喺呢一度去加條線嘅話，咁你就會見到由9月份開始，其實股價係一路受制於呢條嘅上升趨勢線頂部阻力嘅。每次股價觸碰咗呢條線就會回調，觸碰咗呢條線就會回調。咁所以呢一個上升趨勢線阻力，佢係對於沽方有利嘅優勢，即係 short edge。我哋再喺下方少少嘅位置，將呢1點、2點、3點串連埋，畫成一條嘅上升趨勢線。咁你就會見到呢隻股票喺過去幾個月係形成咗一個不利於 long side 嘅股價形態。呢一個股價形態我哋叫做 rising wedge 上升楔形。咁所以去到嚟呢一度，我哋就有兩個嘅 short edge。第一係呢一條嘅上升趨勢線阻力，第二係成個形態呈現出一個上升楔形嘅利淡形態。我哋再拉遠少少去睇佢嘅周線圖。如果我哋由2011年嘅11月開始嘅呢一個嘅頂部開始畫出一條線，串連喺2022年嘅9月份嘅呢一個點嘅話，咁我哋就可以喺周線圖嘅層面畫出一條上升趨勢線阻力。而而家呢一刻股價正正就係處於呢個周線圖嘅上升趨勢線阻力嘅位置，因此呢一個係一個強而有力嘅第三個 short edge。我哋再留意圖表嘅細節，喺呢一個嘅位置唔單止係處於周線圖嘅上升趨勢線阻力位置，而同時佢亦都係以一個低嘅成交量去上升，所以呢一個並唔係一個強而有力嘅突破，反而係一個低量上升去到阻力位置，有利於沽空嘅利淡形態。就算我哋跳翻去日線圖去睇佢呢一個嘅突破，呢一個突破陽燭嘅成交量係對比起之前嘅下跌嘅陰燭嘅成交量都係低嘅，所以我哋得出一個信息就係，無論周線圖定日線圖都係相當低量嘅突破。呢個並唔係 long edge 而係 short edge。再睇下之後股價發生咩事。當股價喺日線圖上面突破咗之後，2日之後就以一個大嘅成交量去拉回。你留意下呢一個嘅大陰燭，伴隨佢嘅成交量係大於上升嘅時候嘅成交量，所以沽方喺呢一刻係強於買方。而喺呢一度嘅股價行為都正正俾你見到，當股價去到呢一個嘅關鍵位置嘅時候，馬上拉回，其實係話緊俾你聽，呢一個嘅位置係沽方嘅多重優勢進場點。因為對於沽方嚟講，佢係有4個 short edge，而對於買方嚟講，佢只係得一個 long edge。咁當喺呢一度出現咗一支嘅大陰燭跌破咗呢個嘅上升楔形嘅時候，你就應該清晰知道做淡嘅方向已經得以確立。所以對於沽方嚟講，第一個進場點喺呢一度，呢度係一個 multiple edge trading area。第二個進場點喺呢一度，係一個大量突破呢一個嘅上升楔形。咁所以如果你做嘅方向係正確嘅話呢，你之後就會獲得好滿意嘅回報，因為股價喺短短5個月之內係下跌咗超過54%。所以總結而言，其實頭先問你嘅股價處於嘅位置係短倉優勢多於長倉優勢。咁你見唔見到？如果你係冇經歷過一個咁樣嘅分析過程，做 long side 即係話做錯方向嘅話呢，你係會輸大錢㗎。但係如果你係做 short side 做啱方向嘅話，你卻係可以贏大錢㗎。以下呢一個嘅分享可以俾你見到一啲用虛心嘅態度積極學習嘅 trader 嘅特質係啲咩？即使佢係跟我學習咗1年之後做到咗1倍嘅利潤，但係佢都仲係想繼續學多啲。佢係嚟問我有冇一啲有關投資嘅書籍可以推介俾佢。所以如果你都希望自己可以喺股票市場得到自己滿意嘅成績，請你記住持續學習係必須嘅。
阿 Max 咧，佢就話佢自從上咗我嘅課堂之後，上個月就贏咗佢同老婆嘅1年嘅人工。咁喺呢度都恭喜佢大幅提升咗收入先。但係最令我戥佢開心嘅係，佢話佢以前嘅生活係非常之大壓力噶，喺股票市場上面都好大壓力。但係佢學咗我嘅投資方法之後呢，佢每日都可以輕輕鬆鬆，即係唔使不斷望住個市，可以享受人生。咁的確，只要你係學到咗我嘅交易技巧同埋投資思維，你係自己都可以喺大盤或者股票出現關鍵轉折點嘅時候，先至入場順勢操作，做啱方向，的確係可以輕輕鬆鬆，唔使特別做啲咩就可以賺到錢，因為你只係持有個倉位就得啦。而做錯嘅話，你亦都知道自己應該喺邊度去離場，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嘅交易賬戶，做到長期輸少贏多。所以如果你想進步得更加之快，得到我嘅從旁指導，你亦都可以好似阿 Max 咁樣加入 MYT 會員 program， 成為我哋嘅一份子。咁如果你係有興趣了解有關 MYT program 更加多嘅話呢，我陣間係會抽少少時間介紹俾你，你到時可以睇下自己適唔適合，適合嘅話就盡快加入，因為我只係開放有限嘅名額，我會協助你成為一個 profitable 嘅交易人。咁如果唔適合嘅話都唔緊要，上完咗今日呢一個嘅 master class 之後，你都可以繼續 follow 我嘅 YouTube channel， 睇我嘅影片去學習，所以一切係隨緣嘅，唔需要有壓力。OK？當然，如果你係加入咗 MYT program 嘅話，你好可能都可以感受到好似呢一位會員所講咁樣，佢只係加入咗 MYT 短短3個星期，就覺得眼界大開，學到好多嘢。但係我更加開心嘅係見到佢學習到一樣更加寶貴嘅嘢，就係佢終於明白到股票投資同交易係一場馬拉松。心態同埋紀律先至係重點。如果你都想揾一個對學員負責任嘅 mentor，喺學習股票呢條路上面持續得到指引同埋提點，行少啲冤枉路，我係歡迎你加入 MYT。咁希望遲啲係有機會見到你啦。我跟住落嚟，我係會分享第3個秘技，就係一套可以最快令你長期盈利嘅策略。你可能同一般嘅散戶都以為要長期盈利，就係要學識最犀利嘅買入賣出技巧，識得揀最好嘅股票，並且要做到百發百中。嗱，如果你係咁諗嘅話，都好正常嘅。但係呢一個世界往往係少於20% 嘅人係賺到全世界80% 嘅錢。呢一班人嘅諗法，亦都係同全世界80% 以上嘅人嘅諗法都係相反。你以為長期贏錢嘅人勝率好高？事實上並唔係咁樣，真正嘅投資高手係要做到失敗率80% 都能夠贏到錢。咁喺呢一度你先要明白2個基本概念。第一個概念叫做報酬與風險比率，顧名思義就係為咗賺取報酬而要付出幾多嘅風險。例如話擲銀仔咁啦，擲中公字你會贏1蚊，擲中字你就會輸1蚊。咁所以喺呢個擲銀仔遊戲裏邊，你為咗要賺取1蚊嘅報酬而要付出輸1蚊嘅風險呢，咁個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1比1啦，好簡單係咪？咁第2個概念係咩呢？就係成功率 win rate， 亦都係叫做勝率。咁我又拎翻擲銀仔為例啦。咁喺擲銀仔嘅呢個遊戲裏邊，你嘅成功機會率有幾高啊？你個成功機會率係50%，因為擲銀仔一係公一係字，冇其他嘅。咁呢一個遊戲長期咁樣玩落去嘅話，你會唔會賺到錢？唔會，你唔會賺到任何錢，因為喺呢一個例子裏邊，成功率只係50%，唔會改變，而你嘅報酬與風險比率 RRR 亦只係得1比1。咁點樣玩先至可以贏到錢？就係除非你嘅報酬與風險比率係大過而家嘅1比1。好啦，呢個概念好容易明白。我哋而家就睇下賭場點解咁賺錢。我哋就拎個簡單嘅美式輪盤做例子。美式輪盤係有18個紅色數字，18個黑色數字。我哋簡單少少講解其中一個最容易嘅玩法。如果個賭客係買咗100蚊紅色數字，而最後粒波仔真係喺紅色嘅數字上面停低嘅話，個賭客就會贏100蚊，賭場就會輸100蚊。反之亦然。咁表面上賭場同埋賭客都各有50% 成功率，個賠率係1比1，係咪？但係唔好忘記美式輪盤上面係有2個綠色數字，分別係0同埋00。如果粒波仔係轉到呢2個數字嗰度停低，即係話0或者00嘅話，咁就係當賭場贏晒。所以賭場比賭客係有多5.26% 嘅數學優勢。賭場嘅勝率就係20除以38，即係52.63%，而佢嘅報酬與風險比率係1.0526比1。我哋再睇下呢一個表，就係因為呢5.26% 嘅數學優勢，咁就令賭場係離開咗呢一個黃色嘅平手嘅呢個格仔，令到賭場有正期望值可以長期贏錢。
咁簡單嚟講就係平均每100萬嘅賭注，佢就可以賺到52,600蚊。所以越多人賭錢，賭場就會賺得越多。如果我哋要喺股票交易上面賺錢，我哋就要參考呢個賭場法則，盡量令自己嘅交易系統擁有最大嘅數學優勢。好啦，咁明白咗理論之後，我哋即刻睇下一個 MIT 入邊嘅真實交易例子 ARCH。咁呢一日我就喺 MIT 嘅即時突發信息嗰度去通知會員，喺21:54嘅時間 ARCH 係大量突破之後係拉回翻去買入點。咁我當時候就係現價買入，止損唔多於3% 嘅。咁請留意當時我嘅買入價係142蚊呢個位置嗰度，並且設置咗一個3% 嘅止損。跟住隨後股價喺收市之前係回升翻上去。好啦，咁我哋睇下我當時候嘅買入優勢有啲乜嘢。首先股價係發動咗一個強勁嘅上漲趨勢喺呢度啦，呢個第一個 long edge。咁佢上升嘅時候呢，佢係大量嘅，但係呢度拉回嘅時候呢，個量係收縮嘅，因此我哋有第二個 long edge 就係佢大量上升，低量拉回。而佢拉回嘅時候，其實發展嘅一個旗形嘅整固形態，所以我哋有第三個 long edge 就係旗形整固形態。再留意下佢嘅移動平均線，佢喺10天移動平均線、2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50天移動平均線都係一齊向上，並且當時候低於股價嘅，所以喺呢一個嘅位置買入，我係有第四個 long edge。好啦，咁第5點啦，就係當時我買入嘅時候呢，佢係曾經大量突破呢個20天移動平均線同埋呢個下降趨勢線，咁而且直到收市，佢依然都係保持緊上升嘅趨勢，過咗呢一條嘅下降趨勢線同埋20 MA 之上，並且保持大成交量嘅上升。所以我喺呢一日買入呢個位置買入，我當時候係有5個嘅 long edge。咁至於不利我嘅 short edge 咧係冇嘅。嗱，咁當時我係喺142蚊左右買入啦，咁我設置咗一個3% 到嘅止損，所以我嘅風險就係紅色區間呢一個嘅部分。咁而我嘅獲利潛能有幾多呢？咁根據我嘅交易經驗，呢一種嘅 chart pattern 圖表形態過去係重複發生過好多次，所以個可預測性係相對比較高。通常如果嗰個突破係有力而且有效嘅話呢，股價係至少去到前浪頂嘅位置先至會肯停，並且有唔少嘅時候佢係會繼續創新高。所以呢隻股票我喺進場嘅位置大概142蚊左右，我係擁有綠色嘅呢一個範圍嘅潛在報酬，亦即係大約15%。咁頭先講過，我係設置咗個3% 嘅止損，亦即係話我嘅潛在虧損風險就係紅色嘅呢個範圍。咁所以呢一筆交易，我嘅潛在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5:1。我輸就係輸3%，贏就係贏15%。你亦都可以咁理解，我輸就係輸1蚊，贏就係贏5蚊。結果呢隻股票就喺之後短短4個交易日之內就上升咗超過15%，亦都令我完成咗一筆5:1嘅交易。咁啱啱都講過，呢一種嘅形態，如果係一個有效突破嘅話呢，股價亦都有一定嘅機率係會升穿前浪頂嘅阻力，去到更加高嘅位置。所以呢筆交易潛在其實係有24% 嘅報酬，亦即係話一筆8:1嘅交易，潛在利潤係潛在風險嘅8倍。咁當然呢一部分嘅利潤呢，就係 bonus 嚟嘅，係要睇你嘅運氣，睇下你可唔可以獲得。但係至少我喺入場交易嗰刻，我已經知道我嘅潛在利潤係會有呢個部分，即係話至少5:1。當我要做一筆交易嘅時候，我大部分時間都會要求要有5:1先至會做，即係如果嗰筆交易我哋只係需要承受1000蚊嘅風險，但係潛在報酬係5000蚊或者以上，報酬與風險比率就係5:1，亦即係我有時所講嘅5-to-1 trade。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係可以冒2% 嘅風險去博取10% 嘅報酬，又或者冒4% 嘅風險去博取20% 嘅報酬，賺嘅錢都係一樣，輸嘅錢亦都係一樣，因為我嘅倉位係會因應每筆交易所承受嘅潛在虧損風險嚟到去調整倉位規模。呢一個就係我最理想得到嘅數學優勢。長期咁樣做落去嘅話，數學優勢就會帶嚟正期望值。點解呢？嗱，我哋再睇翻呢一個嘅表，因為如果我喺入場交易之前，我係知道我嘅潛在獲利至少係我所付出嘅風險5倍以上嘅話，只要我係長期咁樣專注做呢啲5-to-1 trade，我嘅成功率就算低到得20%，喺咁嘅情況之下，我都唔會輸錢喎。咁我就好放心咁樣去做嗰筆交易啦。咁當然我長期嘅成功率係冇咁低嘅，我長期嘅交易成功率大約係40%或以上。而不過如果我係專注於5:1嘅交易機會嘅話呢，至少我係保障咗自己唔會喺勝率下降嘅時候輸大錢。請你記住一點，我哋係唔需要買中長升長有嘅股王先至賺到錢。就算你淨係得40%至50%嘅時間正確，只要你係具備數學優勢嘅話，你依然都可以喺市場上面賺錢。咁我絕對會有輸錢嘅時候，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講過，我每一筆失敗嘅交易最多只係會對我嘅賬戶造成唔多於0.5% 嘅打擊。而如果嗰段時間我嘅交易係唔順手嘅話呢，我嘅注碼係會越做越細，甚至完全 sit out 停止交易，直到成功率企翻喺自己嗰邊，然之後我先至會再機械式咁樣重複執行交易程序。
而當我咁樣做之後呢，我係發覺我根本唔需要揸住一隻股票等好耐，搏佢升1倍、2倍，有時等到花兒也謝了，隻股票都未喐。然之後我就眼白白咁樣睇住其他爆升嘅股票。其實當我成功捕捉到5個短期上升15% 嘅波段，我累積嘅回報一樣都係1倍。咁到底一隻股票上升1倍容易啲快啲，定係一隻股票上升15% 比較容易同比較快呢？咁當然係後者啦，因為任何股票都可以出現10至20% 嘅波段。另外有一點對於作為新手嘅你都好重要嘅，就係交易經驗嘅累積同樣好緊要。我係唔反對做中長線投資，但係咧，如果你係新手嘅話，你冇乜交易經驗嘅話，你去做中長線投資，閒閒地你交易一隻股票係要等半年至到1年先知道自己啱定錯。咁你好可能係需要花幾年先至累積到幾十筆嘅交易經驗。咁樣做係好難去培養出你嘅交易觸覺，亦即係我成日所講嘅盤感。由於我目標嘅交易時間係集中喺2日至2個星期，咁我就可以好似打機咁樣啦，喺短時間之內咧係可以快速累積到好多嘅經驗值。從而我係可以不斷優化同埋改良自己嘅交易程序同手法。嗱，我哋好快又再睇下呢一個 MIT 裏邊嘅5:1真實交易範例。呢一隻嘅 SM 咧係我哋喺2022年嘅5月21號嘅選股情報裏邊嘅選股嚟嘅。咁我哋話有效嘅突破咧係需要大量去突破嘅。咁當時我嘅指引咧就係大量突破呢一個嘅藍線阻力啦。咁我就會做一個突破買入噶啦。當時我嘅止損就設置喺呢一支燭嘅下方一啲。咁個止損幅度係唔過5%，大約4% 左右嘅。好啦，咁個潛在嘅報酬至少咧就係呢個嘅前浪頂阻力啦。但係當我哋畫出呢一個嘅上升通道嘅時候咧，我哋知道潛在嘅利潤咧，好可能唔止呢一個嘅前浪頂阻力嘅。俾多少時間佢咧，佢係有可能係會去到呢個上升通道嘅頂部。咁如果係咁樣計嘅話咧，個報酬與風險比率就有5:1，潛在回報係有25%，潛在虧損係5% 之內。最後股價係大量突破咗之後呢，佢用咗唔夠1個月嘅時間，仲要係升穿埋呢一個嘅上升通道，最多帶俾我哋嘅報酬與風險比率呢係9倍啊！所以如果你係按照原定嘅交易計劃去執行嘅話，呢筆交易至少係一筆5:1嘅交易，而多出咗嘅部分就係 bonus。但係你見唔見到你只係需要付出4點幾% 嘅潛在虧損風險，你係博取緊一個40幾% 嘅潛在報酬，用1蚊嘅風險去博取9倍、10倍嘅利潤。長期咁做落去，你點會輸錢呢？你只要做得好嘅話，執行得好嘅話，你長期係一定賺到錢。你可以見到呢位 MIT 會員，佢話我教佢嘅方法係可以喺控制風險嘅情況之下，唔需要擔心太多咁樣去賺錢。佢話佢而家可以做到一個 part-time trader，雖然有4至5成嘅操作係參考我嘅 MIT 每週選股情報，但係都成功唔少次自己捕捉到交易機會。咁我最開心嘅係見到佢開始慢慢咁學識得自己行，一開始可能係由我去帶住，因為呢個係我認為最有效最快嘅學習途徑。但係只要有心學習，我哋好多嘅會員久而久之都可以慢慢唔需要再依賴我，可以自己學識交易，自己賺到錢。呢個先至係我作為導師最開心見到嘅事情。我哋再睇下 MIT 嘅戰友 Stanley 佢點講，佢話佢由9月去到而家係做咗52個 trade， 暫時戶口係有5萬蚊嘅增長。雖然唔係好多錢，但係佢話佢由長期蝕錢變做有正增長，真係好鼓舞，而且意義重大。上完我嘅堂之後做 trade 同以前嘅感覺完全唔同，以前係股價升又驚，跌又驚，而而家就好有計劃，少咗好多情緒嘅問題。佢亦都感謝我喺 MIT 每週直播嘅時候，好用心咁樣將自己嘅心得教俾佢哋。我哋而家嚟總結一下你頭先學到嘅嘢。第一，專注於理想嘅報酬與風險比率嘅交易機會，最好係5:1。但係請留意，我務必負責任咁樣話俾你聽，數學優勢係一定要配合低風險進場點嘅技巧，唔係話任何5:1嘅報酬與風險比率都可以做。例如話你唔可以承受賬戶下跌50% 嘅風險，嚟到去博取賬戶上升250% 嘅報酬。因為如果你連續輸3次嘅話，你嘅賬戶就會輸咗接近90%，基本上你係好難翻身。唔好忘記頭先你所學過嘅嘢，控制 drawdown 係唯一令到你賬戶長期增長嘅方法。所以數學優勢係一定要配合低風險進場點嘅交易技巧，即係你必須要識得辨識某一個位置係一個關鍵位置，而你嘅止損雖然定得好緊密，例如話只係3至5%，甚至2至3%，但係嗰幾個 percent 就已經足夠反映你係大機會睇啱定睇錯。如果止損一直冇被觸發，就代表你好大機會睇啱；一旦觸發咗，就代表你好大機會做錯方向。而且呢一個嘅關鍵進場位置，亦都要俾你見到，如果你係啱嘅話，嗰個位置嘅上方或者下方係有5:1或以上可以輕鬆容易賺取報酬嘅空間。我嘅交易策
策略就係一直尋找呢一啲嘅低風險高報酬嘅交易機會，但係要揾到呢啲嘅股票，同時要辨識到呢啲股票嘅關鍵進場點，都係學習嘅一部分嚟。所以第二點係唔好隨便出手，你要等到最有利時機先至出手，而呢個最有利嘅進場時機係可以出現喺任何股票或者金融產品上面。第三點咧係要結合多重優勢進場點嘅交易策略，先至可以發揮到最佳嘅賺錢果效。呢一整套嘅策略係我10幾年交易經驗嘅結晶，你唔會喺其他地方學得到，而當中有好多嘅細節同埋關鍵位係必須要結合 ongoing 發生緊嘅市況，同埋喺 real time 發生緊嘅股票圖表上面去學習，喺真實嘅市場環境當中先至可以磨練到你嘅眼光、判斷力同埋交易技巧，而唔係聽完理論睇咗我俾出嚟嘅交易事例，或者去睇幾本書就以為自己可以全部掌握得晒。而喺 MIT 裏邊，我每個星期都會復盤，喺上萬隻股票當中揾出10幾20隻具備潛在交易機會嘅股票，並且再精挑細選幾個 actionable 嘅交易機會作為未來1個星期嘅交易部署，以及我每個星期都會解答好多同你一樣嘅初學者，或者係想尋求突破進步嘅交易人，佢哋喺股票交易上面面對嘅種種困難同埋挑戰。我會每星期持續咁樣指導你，而由於我哋係一齊喺真實市場睇住 real time 發生緊嘅嘢，咁你就會睇到我係點樣判斷、思考同埋執行，同埋有更加多嘅時候，其實我喺市場係唔做嘢嘅，所以你亦都會知道我係幾時用進取嘅態度去交易，又幾時係採取保守嘅態度去觀望，咁先至係最好嘅學習。通過長時間喺市場上面嘅經驗累積，你就可以慢慢咁樣掌握到呢啲交易賺錢嘅技巧。如果你都有心學識呢一套嘅交易賺錢技巧嘅話，咁喺我講第4個秘技之前，我會同你介紹一下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可以點樣幫到你。咁首先我會講下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係適合啲咩人，以確保呢一個計劃係適合你嘅。先講唔適合啲咩人先。第一種唔適合嘅人係嗰啲唔肯虛心、唔以空杯心態學習、唔接受指導、唔願意付出嘅人。第二種唔適合嘅人係入到嚟 MIT 淨係想拎股票貼士，而唔重視學習過程嘅人。第三種唔適合嘅人係淨係想跟住我去做買賣，以為參加咗 MIT 就一定可以賺錢，想無痛發達嗰啲人。第四種唔適合嘅人係嗰啲希望 get rich quick， 想賺快錢啦，相信淨係學2-3個月就可以學識晒股票交易，之後就可以每個月賺20%或者幾個月內賺100% 回報嘅嗰啲人。所以如果個心態係唔啱嘅話咧，呢個計劃係唔適合呢啲人嘅。咁 MIT 又適合啲咩人呢？第一種人係如果你係股市新手，缺乏交易經驗而又想得到適切嘅引導同埋訓練嘅話咧， MIT 就適合你啦。第二種人係如果你已經有一定嘅股票投資或者交易嘅經驗，但仍然未能夠做到長期穩定盈利，好希望想尋求突破嘅話，咁 MIT 就適合你啦。第三種人係如果你有一份全職嘅工作或者生意，而喺未來你係想過渡到從事全職投資或者交易嘅話咧， MIT 就適合你啦。第四種人係如果你係重視學習過程多於一切，你明白到財不入急門，你追求嘅係學識釣魚而唔係就咁得到一條魚嘅話，咁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就好適合你。如果你想參加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心態正確嘅話，咁你喺 Master Your Trade 裏邊，你將會得到以下嘅改變。第一個改變係你會學到多種嘅判市技巧，而更加重要嘅係令你清晰知道每種市況嘅相應策略，因為你係喺實戰當中去學習，而唔係聽理論、睇理論、紙上談兵。你可以睇下呢個會員 Wings 佢所獲得嘅改變。佢話學咗我嘅炒股技巧之後，今年只係短短2個月，佢嘅交易賬戶就賺咗157.9%。咁呢位會員 Vincent 佢話成為咗 MIT 會員之後，佢喺5月底逐步入資金入到去佢嘅交易賬戶嗰度，6月開始操作股票，咁去到7月嘅時候咧，佢嘅賬面盈利已經超過咗40%。第二個喺 MIT 裏邊你將會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多種已被驗證、行之有效、能夠長期獲利嘅交易策略同埋技巧，而唔再需要花大量時間胡亂學習一啲隨時令你輸大錢嘅方法。我哋可以再睇下頭先嘅會員 Vincent 佢嘅第二個分享，佢話佢喺香港已經上過好多嘅投資課程，累計係俾咗10幾萬港幣去學嘢，學習咗期貨啊、股票期權啊等等等等，自認為無所不知。佢俾咗10幾萬去學嘢之後，最終佢喺股票市場上面輸嘅錢，仲要係佢學費嘅幾倍。所以呢個亦都正正係點解我頭先話，如果你胡亂學習投資方法嘅話，分分鐘係會令你輸大錢。好啦，咁 Vincent 喺訂閱咗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之後，佢短短3個月時間已經係實現咗盈利50%，係講緊
講緊現金落袋嗰隻。目前總體盈利係70%。佢認為 MIT 係香港坊間最物有所值嘅投資課程同埋服務，沒有之一。尤其係 MIT 嘅每週大市分析、股票分享、視頻直播以及隨時推送嘅突發信息，都可以真切感受到 J Law 嘅豐富經驗同埋真誠嘅服務。咁喺呢度我都好多謝 Vincent 對 MIT 嘅高度評價。第三個你將會喺 MIT 裏邊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股票嘅準確交易位置，並且逐漸累積足夠嘅判斷力，一步步咁去建立自己嘅交易程序同埋計劃，而唔再係盲目亂估、隨意買賣而長期輸錢。Master Your Trade 嘅核心宗旨係令到會員最終都可以 Master Your Trade。個重點係令到每一個會員去建立出最適合自己嘅交易方法，因為我哋個個人都係唔同㗎。你同我嘅長處已經唔一樣，你冇可能成為我，我亦都冇可能成為你，我哋都唔可能成為第二個人。所以我嘅終極目的係幫你通過去睇我點樣去做交易，尤其是係明白我點解咁樣做。有問題嘅話，你可以喺直播裏邊去發問，通過我每個星期對你嘅持續指導，令到你係一步一步咁樣按照自己嘅風格同埋自身嘅優缺點，去發展出一套你應用得最得心應手嘅交易策略。嗱，你可以睇下 Michael 嘅分享，佢話佢作為新手，以前喺買賣股票嘅時候嘅決定都係好簡單直接，冇仔細考慮清楚，結果係經常出錯同埋錯失機會。後來佢參加咗 MIT 之後，佢好感謝我每個星期嘅專業指導，令到佢可以有信心咁樣喺股票市場上面賺錢。咁我亦都好有信心 Michael 已經揾到適合自己嘅交易方法。第四個，你喺 MIT 裏邊你將會得到嘅改變係，你會學到點樣控制風險嘅技巧，令到你嘅賬戶盡可能安全咁樣持續增長。第五個改變係，你亦都會更加能夠掌握到自己嘅交易心理。當遇到挫敗嘅時候，你可以得到適切嘅建議同埋指導，唔再持續受交易情緒，例如壓力、貪婪、恐懼呢啲去打擊自己嘅交易表現。因為我最重視嘅係你嘅成長，所以我每個星期都會喺直播嗰度去 coach 唔同嘅會員，而喺唔同嘅會員嘅交易案例當中咧，你亦都會學到好多嘢。如果你遇到交易問題嘅話，你可以喺直播裏邊直接問我。但係就算你冇問題都好，我亦都相當鼓勵你去聽下其他會員問嘅問題。嗰啲問題有可能係你未來將會遇到，又或者你喺聽完人哋嘅經歷之後，你預先打定個底，咁日後就唔需要花錢去買嗰啲嘅教訓，一樣都可以好幫到你。你不妨睇下呢個會員佢對 MIT 嘅評價，佢認為 MIT 係目前為止最佳嘅 coaching platform， 係非常之物有所值，而且佢仲話 You can learn more than this。你可以睇下以下嘅呢啲 MIT 會員，佢哋係點樣拍片高度推薦我嘅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join 咗 MIT 4個月度啦，咁我就覺得MIT 係好有用嘅。咁首先第一方面就係喺錢嗰方面啦，佢提供嘅資訊啦，都已經係喺頭一個禮拜咧幫我賺得多過要俾 MIT 嗰個錢㗎啦，基本上一年已經係多過，咁所以就我覺得係好值得啦喺錢嗰方面。第二就係嗰個知識嗰方面啦，咁就學到嘢㗎。咁啊 J Law 其實佢教你好多嘢㗎，佢實時點樣喺個股市度有啲咩發生，佢點樣做。譬如個市跌佢點樣做 ，easy period 佢點樣做 ，difficult period 佢會點樣做係好有用啊！我覺得呢個，咁你睇教科書始終都冇咁實，唔夠實在咯。咁你睇佢點樣做咧係好緊要咯，因為始終我都唔可以成日永遠都依賴佢啊嘛，遲早我都要靠自己。咁我想睇下，好值得去參加先咯。你遲啲 join 唔 join 係你嘅事咯。第三樣嘢，咁就每個禮拜會有個 meeting 啦，俾你問問題。咁佢答問題都盡量答咯，我見咁都 OK。我諗好多人問佢，不過佢都有盡力去答咯。但係入邊都好多嘢學㗎，佢會有時有教學啦，有時會有好多資訊話俾你聽啦。每個禮拜都分析佢個市係點樣行啊，都好有用㗎啦已經。咁就平時實時啦，實時嗰啲，譬如個市突然之間有啲咩事，佢都有啲信息會出嚟話俾你聽，你會點樣做，有咩方向咁樣咯。咁我都覺得好有用，好值得㗎 ，join 啦！唔單止係頭先片中嗰個會員咁講，有唔少嘅會員佢哋都話已經賺翻全部課程嘅錢有得。所以我想俾你見到嘅係 Master Your Trade 會員計劃嘅費用將會係你最好嘅投資，甚至係改變你一生嘅投資。我嘅 MIT 會員計劃帶俾你嘅總價值係每月1478蚊美金，又或者係每年17736蚊美金。呢個亦都係你最起碼得到嘅投資回報。由於市面上係充斥住大量冇實力亦都唔識教嘅股票導師，佢哋係收取非常之高昂嘅學費，但係佢係幫唔到人喺股票市場上面實實在在咁做出成績。而我可以好有信心咁樣講，我嘅 MIT 會員計劃係市面上唯一一個 program 係聚焦於
於你嘅真實財富增長，幫助你去建立同埋發展出一套你自己最得心應手嘅交易策略同程序，從而令你嘅 equity curve 係可以長期保持穩步向上，而唔係好似參加咗出邊好多課程之後冇成績，不斷贏完又輸，到咗某個時間點套方法就唔 work，令你嘅財富出現咗 big drawdown，一直都增長唔到。所以我想俾你一個無可抗拒嘅 offer，令到你諗都唔使諗，可以用最低嘅價錢去加入 MIT。只要你 commit 成為一個長期 profitable 嘅 trader，你唔需要俾每個月1478蚊美金，或者一年17736蚊美金加入 MIT。我今日係會俾一個 discount 你加入 MIT， 呢個 discount 唔係20% discount， 唔係50% discount， 而係80% discount。換言之，你今日只係需要每個月投資297蚊美金，你就可以加入 Master Your Trade 成為 MIT 會員。唔單止係咁樣，根據我哋過去嘅教學經驗，我哋見證住嗰啲成績